呢個係成個千燈湖板塊最閪逼又最高嘅項目，中海環宇天下。俗語都有話，寧做雞頭不做鳳尾，但係呢個屎忽當年又真係賣得幾搶手。嗱，就喺呢度。搶手嘅原因係佢作為一個地鐵上蓋嘅項目，加上樓下嘅商業，環宇城亦都係成個千燈湖板塊最成功嘅。每日高峰期，商場嘅人流搭配埋後邊超高層嘅住宅，簡直有一種排山倒海之勢。作為一個身價賣到成3萬蚊均價嘅樓盤，竟然有一半嘅棟數樓下係冇小區，加埋周邊咁瘋狂嘅人流，成個花園下邊都係嚟自5湖4海嘅江湖兒女。今日好慶幸喺千燈湖最高嘅樓盤約咗間低樓層嘅單位，不過低樓層係20樓。今日拍嘅呢棟係可以自出自入嘅小區，大堂、電梯、門口，88方嘅入正面積，環宇城嘅廳算係中規中矩。廚房係我拍咁多期戶型最細，唔單止放唔落雙門冰箱，就算加埋生活陽台嘅面積，亦都唔夠萬科嘅大。豆潤咁大嘅陽台，再加上埋桂蘭路嘅呢個嘈雜嘅車聲，喺你要享受呢個繁華嘅同時，你一定都要接受埋呢一份吵鬧。環宇城嘅戶型取實用率低，仲要得一個屎坑，我已經唔想再講。房都有8個方，但係呢度嘅客房同主人房都係對住桂蘭路，而唯一唔對嘅呢間房，唉。主人房佢加埋呢個飄窗，先得14個方，冇2個屎坑，又冇預留衣櫃位，環宇城嘅戶型真係一言難盡。總結一句，240萬嘅呢個價就可以買到千燈湖最核心嘅呢個板塊。如果你真係要極致嘅繁華，再加埋地鐵嘅距離，佢都係一個唔錯選擇。但係前提下，你要包容晒啱先所有嘅缺點。